来看云林县政府规划讲，要甲四湖乡的3条轮教育农场征收转型来正做是海洋教育中心哦。按说讲2024年的11月份就会当来启用，咱做伙来了解。 全部5公里长的乌心林生态步道，本来是牛车专用道，为2012年改做自行车道，车袂少游客来遮骑铁马。啊，那边两边是种木板房，加做青石磅空，附近还有海水浴场。云林县区要结合这个资源，甲过去3条轮教育农园转型做海洋教育中心。那因为它有60个住宿的空间哦，所以未来这个地方会成为云林县这个海线的一个新的亮点。 我们提供给各级学校的学生到这个地方来做户外教育的体验。那这个部分的话，我们正在积极来进行。那预计的话，明年大概是年底的时候，会把这个整个中心打造完成。 云林县府表示，为着要让学生有多元教育场所，县府开6300万，要甲旁远真侪栋的3条轮教育农园征收转型做海洋教育中心，以海洋生态、智慧渔业、观光文化甲运动休闲4大主题，结合 AR、VR 活动教学，体验不同款的课程。海教中心的规划，还有配合我们海水浴场的发展包括整条观光路线海清宫。 结合海清宫以及海清宫后花园的自然生态园区，带动整个沿海的观光跟经济。县府表示，海洋教育中心未来完成了后，要提供县内县外学生加做海洋教育的场所，嘛要串联第61线公路的麦寮、大溪、四湖、口湖，和云林海线的观光景点继续增加。记者王伟雄，云林报道。